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古早过年的传说是因为有新寿的食人，大家都爱美起来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寿，新寿的寿。台语字典解说讲，四脚动物叫做寿，所指鸡也有鸟啊，都无算寿。啊，若有的字典解说讲是规身躯有毛、有两骨的动物，像咱讲野兽、禽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野兽，这是生活伫咧深山那内，无经过人工饲的，家己生出来的四脚动物。啊，那第二个词读做兽医，因为读做兽这是本调，啊，那放伫头前变调，就爱读做兽医。兽医就是专门治疗野兽的医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所在村民认为讲山内有野兽，会破坏因的田。落尾手发现讲是一只受伤的乌熊来这找食物，赶紧通知兽医来甲伊治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兽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